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斗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S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会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Song Podcast独立制作。第二讲第32篇，温州河。温州通盘主公，伊住的迄位吼，足侪狐狸精。这主公暗时啊，坐堂厝内啊，有一名女子往来灯下。拄啊开始啊，想讲是厝内底的人，无特别甲注意。等下抬头，竟然无熟悉啊！这名女子啊，容光艳绝啊，伊这发型是 A 字形卡汀啊，这看起来吼，表现出大胆、清气、流利的氛围。啊，穿一条啊，亲像下半身西装啊，架腰足底底裤，顶半身套着一顶白色老鼠的薄纱外套，透由这薄纱啊，这荷尔蒙的气味散甲规厝间啊。这主公哦，心内就知影，这狐狸精呢，你爱好伊的姿色甲面容，念伊就叫伊过来。这女郎哦，就停步笑讲啊吼，遐尼大声甲我喊，你是咧叫干呢？这主公笑笑啊吼，徛起身哦，念伊就甲回息咧啊，歹势，啊无即个请即个女郎就坐安尼啦吼，就安尼哦，就甲伊同遐吼，密语款款啊 ，careless whisper 啊，无心呢喃啊吼，就亲像翁仔某共款安尼啦。有一日啊吼。这女郎雄雄对即个主公讲啊：“你命里应当爱成全啊，咱要分手啊。”迄主公甲问讲吼，什么时阵？迄女子回答：“就在眼前。”啊，毋过好客拄来，吊丧的嘛会缀咧到，你嘛袂用咧做官。3日了后啦，成千的通报果然来啊。过一日。又搁传来因老母的不闻，这主公哦，舍人冰霜啊，想讲要甲这女郎做伙转去，这只狐狸精无同意啊。这女郎啊，送这主公到这河边啊，主公哦，强招这个女郎上船，女郎就甲讲：“你毋知影啦，这狐狸吼袂当爬过这条河啊。”这主公哦，不忍离别。在这河边哦，恋恋不舍。女郎雄雄离开，讲要拜访一个老朋友。过无一时啊，念伊就有人客来访。这女郎哦，私底下甲这人客同遐咧开讲啊。人客走了后，才见即个主公，对伊讲啊：“啊无，咱马上登船，我送你过河。”主就讲啊吼，啊毋是讲袂当过河，为什么真会使？这女子回答啊，拄仔来迄个人客哦，就是好神，因为你的原因，特别请伊来斗3工，伊喊我吼10工内爱转北，所以会当暂时过。就安尼做伙过了河，到了第10工，果然道别离去。